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等5個人衝擊遞補機制論壇，被控擾亂秩序同刑事毀壞等罪名成立，分別判監3個星期至到2個月。梁國雄就質疑裁判官嘅判刑過重，全部人獲准保釋等候上訴。黃海寧報導。梁國雄等社民連代表獲准保釋之後，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外抗議。梁國雄話：裁判官判刑過重，佢唔認同今次示威係暴力。如果我哋用呢個暴力去限制人哋嘅示威自由，即係話你講嘅時候，我打你，或者你一講咗之後，事後議員入罪追究你，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暴力啦。我哋都係只不過係用我哋嘅大聲話俾林瑞麟聽啫嘛，其他人當然覺得係討厭啦，因為佢根本就唔同意我哋嘅政見啊嘛。所以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去處理示威問題嘅時候呢，就好大件事。裁判官喺判刑嘅時候話，認同市民對遞補機制嘅爭議成為深層嘅社會矛盾，而論壇次數不足，缺乏廣泛性，理解示威者希望爭取強行進入論壇表達意見。裁判官話，第一被告梁國雄極關注事件，社運人士亦都無私利。事件之中，作為明日社會主人翁嘅大學生，關心政事，實屬社會之福。喺香港人價值觀，示威權利有好高嘅地位，但係牽涉到人身安全就唔能夠妥協。示威人士衝擊會場嘅木門同埋玻璃門，令與會者感到人身安全受影響。若果有人跌低，有機會發生人踩人。若果市民因而擔心唔能夠安全表達言論，對呢一類活動卻步，將會係社會嘅倒退，所以應該判處監禁。裁判官話，第一被告梁國雄係領導者之一，4項擾亂秩序及刑事毀壞嘅罪名，分別判監5星期同埋2個月。另外就損毀設施罰款4150蚊，其餘被告就判監3星期。裁判官考慮到今次刑期唔算長，批准佢哋保釋等候上訴。裁判官將5名被告嘅保釋金由原本500蚊調高去到1000蚊，另外亦都指定佢哋要喺14日之內向法庭提交上訴通知書。鬧寬頻電視記者黃海寧報導。梁國雄被判監2個月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話：根據基本法條文，可以啟動解除職務嘅程序，唔需要等候上訴結果。而有關嘅議案一定要由議員提出，再經大會表決。基本法第79條第6款呢，如果有立法會議員係被判處1個月以上嘅監禁嘅話呢，就經全體議員2/3通過，佢就要解除佢嘅職務嘅。咁因為梁國雄呢，佢已經係判咗2個月嘅監禁，就變咗要啟動79條6嘅呢一個程序㗎啦。我會聽一聽法律顧問嘅意見，睇下點樣啟動法。另外，對於有消息指中聯辦聯絡選委游說投票支持梁振英做特首，曾鈺成話未有中聯辦官員接觸佢，佢認為自己唔適宜評論傳聞。